6週日節目最啱睇，我揀有線財經資訊台。對文字作品嚟講，插畫可以將意念文字形象化，令到讀者更加了解故事內容，提升欣賞價值。有時候有啲小説明明佢係好值得欣賞嘅，但係佢值得欣賞嘅地方咧，人哋未必留意到。如果唔睇咧，唔知噶嘛。咁我就會將佢值得欣賞嘅地方擺出嚟咯，而係或者我覺得佢值得欣賞嘅地方咯。咁我就會多呢種 function。當然點都要有自己感覺嘅。好似呢一幅封面插畫，徐善珍就想表達喺營營役役嘅生活中發生嘅一啲感動人心小事情。研究文字本來好沉悶，透過插畫就可以增加趣味性啦。好似呢啲潮語學習卡，其實係研究香港本地語言嘅作品。修讀中文及翻譯系，做過中文老師嘅蘇珍珍，希望將俚語研究用幼兒學習卡嘅設計呈現，提升讀者研究語言嘅興趣。咁我想多啲人可以了解到我哋研究語言嗰個樂趣咯。咁所以我就想用一種輕鬆嘅手法去表達。咁我諗不如加啲插畫啦，等我哋就好似細路仔學字母嗰陣時咁快樂咁去學習。